大家平安。在今天的早上，我们来到主面前，一起来敬拜，让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带领着我们生命的每一天。愿耶稣，愿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坐着为王，在我们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我们一起来敬拜。耶和华坐着为王，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坐着为王，狂风巨浪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主耶和华，唯有你，你的名被尊崇。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主耶和华，你的荣耀充满在天地之上。天地之上。耶和华坐着为王，洪水巨浪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主耶和华，唯有你，你的名被尊崇。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你的荣耀高过诸天。我赞美你，主耶和华，你的荣耀充满在天地之上。耶和华，耶和华必赐平安，耶和华必赐平安。我从深处求告你，你临近。耶和华必赐力量，耶和华必赐平安。我从丰盛的救恩，我仰望你。
求告你，你聆听。耶和华必赐力量，耶和华必赐平安，你丰盛的救恩，我仰望你。着为我，狂风巨浪的时候，耶和华作着为我，直到永。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坐着为王，稳定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你都在当中来掌权，让我们不害怕那狂风巨浪，即使洪水泛滥，你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掌权。主，我们生命何其的软弱，然而主，你却带着我们一步一步往前走。你必赐下这力量，赐下平安，赐下这丰盛的救恩给我们。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主你的容面，仰望主你的圣名。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将自己献上，让我们成为活祭，也让我们成为你所喜爱的。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恳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恳求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7月9日，我们要一起来读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9章第1节到第13节。列王记下第9章第1节到第13节。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一起来领受今天的经文。那时，以利沙先知叫一个年轻的先知来，吩咐他：快准备好，带这瓶橄榄油到基列的拉末去。到了那里，你就找约沙法的儿子宁示的孙子耶户，带他离开他的同伴，到一间没有人的内房去，把这橄榄油倒在他头上，说：上主宣布他膏立你做以色列的王，然后你要开门，尽快地逃离那里。于是那年轻的先知到拉末去了。他到的时候，发现一些军官正在开会，就说：将军，我有话要对你说。耶户问：你要对哪一个说话呢？他说：对你。于是他们两人到一间内房去。那年轻的先知把橄榄油倒在耶户头上，对他说：上主以色列的上帝这样宣告：我膏立你做我以色列民的王。
你要杀死你的主人，就是亚哈的儿子，现在的王。这样，我就惩罚了耶洗必杀害我的先知和其他仆人的罪。所有亚哈的家人和后代都得死。我要从以色列除掉他家族所有的男人，无论自由或不自由的，都要除尽。我要像对待以色列的耶罗波安王和巴沙王的家族那样来对待他的家族。至于耶洗必，没有人去埋葬他，他的尸首要被耶斯列地方的狗吃掉。那年轻的先知一说完话，就开门逃走了。耶户回到他同事们那里，他们问他：“没有什么事吧？那疯子要你做什么？”耶户回答：“你们认识他，知道他来做什么？”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啊，请你告诉我们。”耶户说：“他告诉我，上主这样宣告：我高立你做以色列的王。”耶户的同事们立刻把他们的外衣铺在台阶的上层，让耶户站在上面，然后吹号角，呼喊：“耶户做王了！”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9章第1节到第13节。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来默想，来领受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当我们每次在看经文的时候，都会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要说，好像先知是很荣耀的工作，好像先知是备受尊崇的。我们这时代也常常觉得，有些人是想要当先知，因为想要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想要带着上帝的话来做一些事情，就很像小孩子很喜欢玩，我们演小孩子的时候，很喜欢玩那个老师说。现在孩子可能还是有一些人知道这个游戏，也就是老师说什么你就要照着做，老师说你就这样做，带着老师的话很有权威，很有权柄。然而当我们在看先知的时候，似乎是如此，上帝的话语临到他们，他们要把这些话语带到人群当中。但是先知是备受尊崇的吗？不尽然。因为我们看到这许多的王都想要把先知杀死，都想要把王抓起来，把先知抓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先知常常他在出任务的时候，就很像特务一样，每次出任务都会跟他的生命有关系。因为每一次出任务的时候，可能就像今天的经文里面这年轻的先知一样，出完任务就要赶快躲藏起来，就要赶快逃离了，并不像我们这世代，好像先知很厉害，而且会有人供养他，然后甚至有先知的团队，甚至能够收到许多的奉献额。其实很不一样。那时候的先知，我们看到，或许有一些先知能够过得很好，但是许多的先知就很像我们所知道的施洗约翰一样，吃蝗虫野蜜，类似如此。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在看以利亚、以利沙，好像他们很有权柄，上帝与他们同在。但是当我们继续看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是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其实他们的生命，并不是我们看不见，而是我们不想要去碰触这一块。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里面，在讲到说，上帝要膏抹耶户来当王，然后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些事件在这里面。一开始说，那时以利沙先知叫一个年轻的先知来，吩咐他快准备好，带这瓶橄榄油到基列的拉末去。可以看到那时候已经有先知学校了，已经有这样先知学院，一群的先知他们会在一起。而且我们在看前面经文的时候，会知道这些先知们是以利沙在牧养他们，在帮助着他们，在他们的灵命上面，以利沙在牧养，在他们的需要当中，可能以利沙也在帮助他们。前面有讲到说，当他们人多到一个程度住不下去了，他们来问以利沙，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房子扩建，我们再去盖一栋新的，所以才会有那个斧头的事件。这个年轻的先知也或许是那一群当中的其中一个。所以在这里面，他找了一个年轻的来，或许这个年轻人比较听话，或许这个是一个有机会在往上提升的一个先知。其实很多时候，当你在带孩子的时候，在带门徒的时候也是一样，你会去带领他们在各方面的操练，甚至在当中也操练他们敢不敢踏出去去宣告。很多人听到之后就往后退了，听到之后就开始说谁比较好，你去派谁去。这不就是常常是在我们传统的教会里面常发生的？当要派一个人去做事情，或两个人去做事情的时候，就开始推脱，找谁比较好，找谁比较好。但当我们看到小孩，或者在属灵上的小孩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我们去跟他讲的时候，他就说好，我去。很多会争取这样的机会，很多人会觉得被派了是一种光荣，就赶快去。
所以这当中，或许我们教坏了我们孩子了，让我们的孩子在这当中，这也不敢，那也不敢，这也不想，那也不想。然后我们看到，在要派工的时候，以利沙就叫了一个年轻的先知来吩咐他，所以他可能私底下叫他过来，叫某某人来到我的房间，叫某某人来到我的跟前，去指派他要去做一件事情。所以这年轻的先知来的时候，就跟他说：“快准备好，准备好做什么？”其实我们常常会想要问得更详细，准备好要做什么？这种准备好是你要心理准备，心里要准备好。当我们在看一些警匪片的时候、卧底片的时候，会看到那一些要被派去卧底的人，或许他们还没有完成学业，或许他们生命里面都还没预备好，就被拉出来要去当卧底，要去当间谍。在许多过程当中，随时会把你拉出来，要你去做一些事情，给你一些任务。刚刚我讲到，一个先知很多时候也很像特务一样，上帝给你特殊的任务，让你去完成。我们基督徒也常常是这样，很像一个特务一样，进到这个时代当中，我们都想要去完成大的事件，但是许多事情是隐而未见的。当上帝派遣你去做的时候，你愿不会像这年轻的先知一样，回应以利沙，回应上帝？许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要怎么样，但是我们却不愿意先顺服在这当中。所以以利沙跟他说：“快准备好，赶快去准备好。甚至是现在你要赶快先做好你的心理准备，此时此刻去做好你的心理准备。”跟他说：“快准备好，带这瓶橄榄油到基列德拉末去。”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开始给他指示了，开始准备好。我们常常在想的是准备好我的行李，准备好我的公事包，准备好什么？确实有可能在生活当中可能要走一段路，几个小时或几天，要去到某个地方去，要去出差了。当要派遣你去出差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当然有些人会说：“啊，现在比较方便了，我只要带着手机，带着行充，或带着充电器，或生活现在出去也不用带充电器，去外面就可以随时充电了。”所以准备好，然后呢，带着这瓶橄榄油到基列的拉末去。很特别哦，要带着橄榄油出去。通常拿着橄榄油要去膏某人，就是要膏某一个先知，膏某一个服侍者，甚或是膏某王。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派遣这个孩子出去的时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呢，要让他去膏某一个王。当你收到这样的事件的时候，会不会很紧张、很害怕，还是兴奋？很多人说：“我要膏某王，我何德何能？”而在当中，当你拿到这瓶橄榄油，其实就有一点想法了。橄榄油的作用可能就出来了，心里面就开始噔噔噔噔，是要膏某王、祭司、先知、士师一个服侍者，就开始在想究竟要做什么。这边说到了拉末那里，你就去找约沙法的儿子宁示的孙子耶户。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在讲的同名同姓的人非常的多，同名同姓的人非常多，所以势必这边一定要讲说，这个耶户是哪个耶户？
是约沙法家的，是宁示家的这个耶户。所以同名的很多，我们常常说过，就要去看同名同姓的是谁。所以叫耶户的很多，那他姓什么？那他从哪边来的？是哪个家族、哪个宗族的人？所以从这当中才有办法去找出来正确你要找的那个人。所以说你去找这个叫耶户的，他是宁示的孙子，是约沙法的儿子，然后把他带离他的同伴到一间没有人的内房去，就是你私下跟他讲话，私下去做这件事情，不用在大庭广众当中，不需要给所有人参与在这里面。在当中，你把他带到一间房间去，然后把这橄榄油倒在他的头上，把他找出来，把油就直接倒在他头上了。所以在这当中有没有看到，当上帝在拣选一个人的时候，许多时候都不是在问你要不要，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直接拣选你的，就是你了。所以当上帝要用人的时候，就是你了，不是在那边问说你要不要，不是在那边跟你推脱半天啊，好啦，不要啦，这边狗给狗讲。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说，你赶快来，好不好？来做这个，这个很棒。我们用各种的威胁、利诱，让人来坐上这个位置，来参与这些服事。我们到这个时代，我们常常是陷入在这个状况里面。但是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来看的时候，不止这边，太多地方的记载都是上帝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不是在问你要不要，就是你的。所以这当中，他跟他说交代了，就是把他带到一间房间去，然后直接把橄榄油倒在他头上，然后跟他宣布说：上主宣布，他膏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他膏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所以事情就直接这样发生了，而不是在问说你要不要，好不好，就是你。许多时候，我们都太多这些想法。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当以利沙拣选了这个人的时候，也不是说你要不要，他找这个年轻的先知过来，就是把这使命给他，你去做，你去高摩他，这个事情交给你了，不是你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你就要去做。所以，当我们要找一个人的时候，也要找对人，找对的人去做对的事情。找对的人参与在这些事情当中，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找了这个人去参与在这件服事，找了这个人参与在这些事情当中，然后呢，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也一样，不是在那边推脱什么，而是直接那个人就承接上来了。所以当中我们看到，当他把油倒上去，然后就直接宣布，上主宣布他膏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也是拣选愿意的人，预备好的人，生命预备好的人。各位弟兄姐妹，你预备好了吗？当以利沙跟这个年轻的先知在讲说预备好，去预备好，其实某个程度，这个先知也差不多了，预备的差不多了，所以就让他去拣选这个耶户。或许我们会觉得耶户后续还是有很多问题，但是在当中，上帝就是要拣选他。所以在当中跟他说，你去宣布，这样讲说，上主宣布他膏立你做以色列的王，也就是
耶户是上主所拣选的。当宣布完之后，他说：“然后你要开门，尽快地逃离那里，不是跑掉哦，是逃离，赶快逃，赶快离开。你不跑，你不离开，或许你就会被其他的王抓住，会被现在的王抓住，甚或你的生命可能无法存留下来。所以，当没有逃离的时候，又有很多问题。可能大家会问他：上帝的话真的是这样吗？在当中会带出许多问题，大家可能会问他，可能会质疑他：你这命令从哪来的？会不会你自己想的？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遇到这样的问题：究竟这命令从哪来的？有很多人会拷问你，有很多人会要询问你，会质疑你。在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命令，其实没有要跟人讨论，也没有要让人家质疑，因为上帝就是要这样做。而在当中，有可能王也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是不是要把我拉下来？所以王也会想要把这些先知把他杀死，让这些话语停掉。或许他知道了之后，也要把耶户杀死。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以利沙这样对这年轻的先知交代。我们看到这边写的，于是那年轻的先知到拉末去了。这个于是，这是包含了前面这3节所发生的事情。以利沙跟他交代完之后，于是也可以说，接着他就到拉末去了。所以没有太多挣扎，没有太多的要不要，而是接着他就去这样做了。他到那边发现一些军官正在开会，就说：“将军，我有话要对你说。”耶户问：“你要对哪一个说？”他说：“对你。”所以在这样的对话当中，通常会回应的是在那当下有权柄的人，在那当下可能是带头的那一个人。我们看，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属于下属的可能不会这样直接讲话，通常也都是主导的人在问说：“你要来干嘛？你在这边要做什么？你要对谁说话？”或许上帝的灵也将跟这个年轻的先知讲，或许以利沙也跟他讲，或许这个年轻的先知有这样警觉性，所以他去，他说：“将军，我有话要对你说。”所以可以直接指着说，就是对你。所以这是那个最大，这当中最大的。于是他们2个人到一间内房去。那年轻的先知把橄榄油倒在耶户头上，对他说：“上主以色列上帝这样宣告：我膏立你做我以色列民的王。”所以就这样宣布了，他就这样做了。以利沙所交代的，这年轻的先知就照着这样做。他也说：“你要杀死你的主人，就是亚哈的儿子，现在的王。”所以这边在呈现的就是你接下来要做的是上帝所同意的，是上帝要你去做的，指派你去杀死你的主人，杀死亚哈的儿子，现在的王。所以很重要，就是亚哈跟耶洗别他们在当中犯了很严重的罪，所以他也这样说：“这样我就惩罚了耶洗别杀害我的先知和其他仆人的罪。”所以他们去拜巴力，去拜其他的神，而且回来对这些来出手。还接着说，所有亚哈的家人和后代都得死。我要从以色列除掉他家族所有的男人，无论自由或不自由的，都要除尽。用中国的话来讲，就是灭门，把这些都清除掉。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没有这样去面对这些？
其实用以前的概念来看，也会是如此。把那一些不好的东西都清除干净，把那些得罪上帝的东西都清除干净，所以他这边才会做这样的灭门动作，诛杀九族的动作。所以这当中也回来看，过去中国常做这样诛杀九族，就是把这宗族全部清理干净，不让他留下任何一个。我要像对待以色列的耶罗波安王和巴沙王的家族那样来对待他的家族。所以我们看到以前以色列国就是如此。所以或许你会觉得啊，这些人风光一时，很风光，但也只是风光一时而已。上帝出手，这些都没了。也在讲到更严重的是，这个耶洗别，或许在某些事情他才是主谋，没有人去埋葬他，他的尸首要被耶斯列地方的狗吃掉。我们后续看后续的记载就是如此。那年轻的先知一说完话，就开门逃走了。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上帝要的人就是这样顺服的人，叫你去就去做，就照着这样去做，宣布完开门就逃走。前面有一个先知也是很棒，但是在中途当中被老先知迷惑了，所以也被上帝严重的惩罚。这年轻的先知，当他这样宣布完，他也照着以利沙说的，开门就逃跑了，赶快跑，不用再回答他什么。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宣布完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世代都会问说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听懂。有时候我们太体贴人的软弱，可能是体贴对方的软弱，也可能是体贴自己的软弱。但是这边在讲说，你讲完头也不要回，直接门开着就走了，不要管他懂不懂，只要你前面讲得清楚就好了。你把油倒在他头上，把橄榄油倒在他头上，这件事情宣布他，让他知道上帝高抹他了，上帝拣选他了。把这些事情讲完之后，门开着就离开，不用再想什么，不用再眷恋什么，不用害怕什么。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是如此？不用再想什么，不用再害怕什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经历到某些人出现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也会跟这些同事一样，在讲说，那个疯子要对你做什么？有没有发生什么事？那疯子对你说了什么？当然也会觉得你们讲到疯子，所以你们认识他喽，你们知道他在做什么哦，你们是知道的喽。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啊，你告诉我们。所以耶户跟他们说，上主这样宣告：我膏立你做以色列的王。有时候我们会想，究竟他讲这句话是真的宣布吗？还是把它当玩笑话？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别人来讲的话，可能用玩笑的方式讲一讲就过去了。然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当他这样讲的时候，这些同事们就这样做了。在这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想到耶稣被钉十字架那段时刻，当大家高呼耶稣要做王的时候，要做犹大的王、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很多人把衣服铺在地上，把冠冕放在他头上，是在开玩笑。然而这当中，我们也在想，这当中这些人也是在开玩笑吗？有可能，因为耶户有可能把它当玩笑话。然而这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做的也很真，就觉得上帝真的是要拣选他做王，大喊耶户做王了。
在今天经文当中，你看到了什么？我看到的是这年轻的先知。这年轻的先知他愿意回应，这年轻的先知他就照这样做。我看到这年轻的先知，当以利沙叫他过去，他就过去；叫他准备好，他就准备好；叫他拿着油出去膏抹耶户，他就去；叫他不做完事情赶快逃离，他就逃离。而上帝交代他的事情就这样完成了。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恩典、领受恩赐、领受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你是怎么回应上帝？我们常常一直在这边说怎么可能啊？别人比较好啊，去找他们好了。哇，这么危险，为什么要我去？我们有太多的理由，然后去服侍的时候，也会问别人的意见啊，你觉得怎么样？而在当中会发现很多事情我们反而不肯定，但是重要的是我们要肯定自己这些东西是你从上帝那边领受来的，是上帝要将这样的使命交在你的手中，要你去做，要你去回应，要你去执行这一些，要你去完成上帝所交付给你的使命。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需要去询问其他人的想法跟意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没有回到上帝面前去领受上帝的心意。我们常常尊重别人的想法，但是我们没有看重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各位弟兄姐妹，在这样的经文里面，你领受到什么？你看到了什么？我们需要让上帝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上帝的带领，有上帝的恩典。看到这样的年轻的先知，他被呼召，他被拣选，他就这样回应，上帝已使用他。我们不知道他的后续，但是我相信上帝祝福在他的生命当中。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9章第1节到第13节，让我们再回来思想今天的经文，在当中你领受到了什么？
主，我们感谢你恩典，你时时陪伴着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有你的同在，让我们生命里面有你的恩典与恩赐，让我们被你拣选，被你使用，被你呼召。主要让我们回应你的恩典，你的话语。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愿我们愿意将自己献上，成为活祭，让我们愿意献上，为你来使用。主啊，让我们就像这年轻的先知一样，当你呼召我们，我们就回应你；当你指派我们，我们就去做。我们就照着你所指派的，照着你给我们的使命往前行。主啊，恳求你带领我们。主，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面前，愿我们所摆上的是你所喜悦的，也愿我们所领受的成我们生命的帮助。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让我们每天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来领受他的恩典。愿上帝赐福于你。